姐姐你叫咩名啊 Hello，我叫華菲 Dewi Aromisa， ？OK，今年幾多歲？我而家31歲啊， 31歲，結咗婚未我結咗啦， ？OK，小朋友幾多歲我有一個女9歲， ？OK，你喺香港做咗幾耐啊6年6個月啊， ？6年6個月係啊，啊，咁樣咧就你第一份工作喺邊度？喺西貢，喺西貢照顧幾多人啊？有2個人啊，係公公婆婆啊？唔係啊，姐係咩姐同先生啊，哦，幾多歲啊？先生70歲，同埋姐姐嗰啲60幾歲啊，咁啊洗衫煮飯買餸係咪啊？係啊係，咪 finish contract 啊係啊， ？OK，第二份工作喺邊度啊？喺屯門啊，我屯門做咗幾耐啊？ 2年啊，又係2年。OK，咁啊照顧幾多人啊有4個人啊， ？4個人，係啊大人嚟嘅。唔係啊，有姐姐有婆婆同埋2個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大概唔係啊，小朋友幾多歲5歲同埋9歲啊， ？5歲同9歲。婆婆幾多歲啊婆婆嗰啲78歲啊， ？78歲係啊，係嘛係啊？OK，健唔健康㗎？健康。健康嘅。OK，咁之後咧？跟住咧喺屯門都係啊，但係照顧婆婆同埋3個貓啊，哦，婆婆同3隻貓，係啊，得一婆婆一個咋，係啊，係嘛係啊， ？OK，咁你識煮咩餸啊？有酒嘴、蒸蛋、蒸雞、蒸腰、煲湯、炒飯，嗯，係啊。好啦，同先啦，太太拜拜啦。好，拜拜，弟弟，拜拜，先生。